去年呢，蔡英文总统去中南民族邦交国访问，大约3项登陆，其中代表客家元素嘅开花大义也嘅等呢，係同一家小李viên嘅作品。小李viên係屏東客人，以大學讀同義，研究所讀哲學，可能係受到西洋哲學嘅訓練，伊嘅作品就蠻有人文氣息。屬於暗號未有名聲嘅，以下過去做一般人會感覺講冇嘛藝術性。開門嘅老師的做啊，嗰度係有商業性嘅家比利比。伊講生活美好，都應該愛落實到生活當中，愛團人過錢。同時也發現到陶瓷產業技術，都愛無人來接白。故所以認為需要發展產業，創意同產業鏈嘅特徵部分，都有人做。台灣嘅陶瓷能唔會賣黑？我遇到嘅咖啡體位順到準，再慢慢地用機器研粉，集好粒子，再將咖啡粉倒入去，天天呢用小水來泡咖啡，搭鋪弄清用心，就會泡出咖啡最好嘅味絲。這支豆比較明顯的就是檸檬啊。佢係風車美麗嘅客家人，簡單係做菜橋嘅工作，賣好東西就係佢嘅專長。2013年，佢開始研究咖啡以後，就減少更多的咖啡利比。因為我以前的工作是採購嘛，那我有一直在網絡上面找一些咖啡器材，那我就把這些咖啡器材在我的部落格寫。那其中最多的東西就是咖啡濾杯。如果這兩個呢，我們來做個比較，就是這個就是喝到比較清爽的口感，這就喝到比較濃郁的口感。那點咖啡利比講到有來有去，佢係咖啡嘅公司陳芬玲，佢做咖啡教學已經有8年了。佢做得用無相同嘅技巧，下個無相同嘅利比，泡出每一種咖啡最想人嘅香味，下個無相同嘅味道。我接觸也是有至少有好幾百款的濾杯的，那有的濾杯設計得很好看，但是它裡面只是做個形，但是它裡面沒有去注意它裡面的設計。那另外一個呢？這邊啊？那邊講。這已經可以曝光了吧？這可以曝光了嗎？這樣不錯哈。不錯不錯，蠻好看的。風車韓國肥年也亮嘅，看起來同陶藝都達唔到嘅咖啡師。三因為利比同陶藝家小麗viên培養出嚟像先生又像朋友嘅感情。我現在做了幾個哈，它的那個孔徑跟它的大小有點不太一樣，就是它的長度啊，我不知道說這個會不會影響到它的風味。2016年，小麗viên將創作嘅重心轉到咖啡利比，透過面書認識了風車韓國芬玲。下後只要有新嘅作品要開始賣，佢就會先來簽進嚟試看下。有一年黃田的時間，蕭老師請來，也就 FB 幫我講，請宜蘭部去我朋友家，在蘆洲啊，就啲幾片吃嘅濾杯啊。啊，其實冇一個相關的知識，冇一個一個國土的概念，係嘛？唔係講人哋泡咖啡嘅時陣，一個國土最重要。國土錯嘅，做起來東西都過好；啊，國土唔錯，都過麻煩。講起9多年以前，小麗viên用拿定佢嘅新作品，用台灣百合做造型嘅咖啡利比，來請亞亮嘅咖啡師泡咖啡。因為這個是手做的，所以它那個形哈，我最主要是想說它那個大下面的孔徑跟它這個 V45的角度會有多大的影響？因為我有試過這一款，這一款，因為它過濾的過程啊，它路徑就變長。對啊。所以它整個，一般來講都是在口感上會增加。用手工做茶壺茶杯嘅功夫已經一定佔地嘅小麗viên講，做嘅咖啡利比以後爭啲啊，造型看起來簡單嘅利比，其實愛做冇難改。因為他們是每天都在泡的，然後我是每天都在做的，那不一樣啊，當然不一樣。因為人家泡的知道說它路徑的長短，然後角度的不一樣，
或窄或斜，对那个萃取的效果，当然人家术业有专攻。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其实它一点都不简单。其实做下去之后才知道，说这里面都是学问。怎么说？就是它热的那个角度，然后还有它的孔的大小，然后还有它这下面这些位置啊，都会影响到这个咖啡滤杯它的功效。那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看它很简单，但是越简单的东西里面，其实它已经去无存菁了很多的学问。因为你底下呢它是拉长的，所以它会沿着边缘啊，所以它还是比较适合这样子。原来一个好的咖啡滤杯，除了外形爱食，另外流体力好，角度和个果带拢是学问。不管怎么样，咖啡都可以流下去，但是速度过慢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会把咖啡比较我们不喜欢它的味道都把它溶解出来。所以像今天他拿来5朵花啊，高低、长短、宽窄，这都会影响它这个咖啡的味道。会，它会影响它的咖啡味道。比如说刚刚我们是用这个嘛，那如果待会我冲一样的豆子，我拿另外一个其他的款式来，我用一样的方法，你就会喝到不一样的味道。同时，滤杯的深浅果带，带下孔要做一体的粒子和个滤杯搭高的度模，搭铺拢会影响到咖啡的口感和个香味，铺铺拢是功夫。前面我们喝到口感会扩散，就是用这一款滤杯嘛。那因为刚刚我冲的时候，它的速度其实还算很顺。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，我心中默算，它大概2分钟到3分钟不到，它就已经全部结束了。所以如果你冲的时间越久，它的那个整个的咖啡的味道在浓度上来表现就会越强。一摆用台湾百合做粗型的咖啡滤杯，是小丽人创作的第5件咖啡滤杯。睇下以前每一件作品拢会经过亚量的咖啡师浸泡、经调整、品感过后，才做得生产。就像这个滤杯来讲，它这上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但这个东西就是它能够让滤纸完全把这个周围封住。像我们现在主流是浅焙的东西，那个粉末很容易往下沉。那沉积在下面的时候啊，如果它上面有那个轨道可以让它溜出去的话，那水就不会通过咖啡粉，它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。所以它可以在浅焙的部分去做出比较好的香气。伊下无啥会对。对，啥个下不下会对？问题是啥物所在？是你这届伤长。有问题再来麻烦你做这个救援投手。干嘛都要找人家麻烦 case 不好做。设计师爱的是外形的美感，咖啡师注重的是口感，为做出又有创意又实用的咖啡滤杯。最头脑通的就是做模的年轻的师傅诶。虽然说做不是很难，但是在一些小的细部，就是会有一些出入啊，有时候多个1 mm、2 mm，因为我常常会跟他说就差个1 mm，这么几珠啊你一点点而已啦，为什么你这么说就是估摸啦？所以你最多帮他修改过几次？同一个东西修过几次？哦，2、3次吧，我的极限啊，大概2、3次就会了工。虽然因怪演讲受的人很多啰嗦，做模的年轻已经有20年的邱师傅，还是会动有耐心的带点落花木匠，详细同佢写的，尽量做到佢爱的。如果要讲求品质的话，你总是不能随便做一做嘛，所以就是会，修改的成分比较多。邱师傅讲，陶瓷产业太苗栗已经没落嘅，但是要变嘅人人就要有创意，希望一下就被市场淘汰掉的。以现在的产业来讲，创意是比较重要的，在我认为啦，所以说在比较辛苦，我还是必须要帮他做修改。因为现在你如果说已经不比从前了，因为现在讲求的是创意，然后他有一些想法，而我一直就觉得还不错了。
其實邵麗英做陶藝創作已經有10多年了，用數來嘅作品嘛早就出到肯定了。2013年其實去到苗栗嘅銅鑼，所以佢嘅陶瓷廠又多咗來用量產嘅方式來生產成發烘愛用嘅飛葉。我觉得不算是回頭因為哈，怎麼講？這樣講好了啦，手做的生活態的確是會很迷人的。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，就是說，我們對於量產的知識太不了解，反而對手作認同太超過了。就比如說以前是做代工，做出來的東西就是要量很大，然後品質不會很好的東西。我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啊，被教出來說，好像做量產的，好像位階就比較差一點。然後做手作的話，位階比較高一點，那個就是一個錯誤的基本刻板印象嘛。對佢來講，成發烘愛用嘅飛葉就是一種嘅工具，希望透過一道飛葉來表達台灣人生中嘅概念。因為台灣都一直希望它成為是世界走的，都跟人家就是說在我們的那一輩是變得是無差異的，或是上一輩都是無差異的。那我是覺得說，台灣原生種的概念是一件很好的概念，就是說它只有台灣獨有啊。譬如說好，野百合是台灣原生種的植物其中之一嘛，對不對？那可是你這個人所創造的東西，也就是台灣的原生種嘛，這就是一個概念的延伸啊。同時，台灣馬蹄的陶瓷文化，聽說要變做產業，技術將傳嚟下去。如果它成為產業就是需要很多人加入啦。那很多人加入的情形底下呢，你就必須要把這種所謂的量產的這種經驗告訴別人，他才有辦法繼續做下去嘛。那當然你要先讓自己活得好，活得下去，你才有辦法穿得下去啊，對不對？但係唔好成日講佢安尼做發唔出薪水來嘛。有啊，你都講，唔係講以前咩有發唔出薪水來啊？真實的呢？唔好笑嘛。有半年係咪？有差唔多半年冇。對於邵麗英的想法，做陶瓷產業已經30年了，林必珠就那講。做藝術的人們我是啦。經營嘅時間。個唔啲啊，做總定來，做到退休的要等佢時做。對啊。東西一拿到出來，看到哎呀，這東西，哎講，雖然講按時賺好，小先生就係4片木，叫2塊銅片，銅片。所以要有個多錢？冇啦，呀，冇他多錢。生產咖啡裏邊係個唔錯嘅時機，做會錯嘅事情。唔過嘛，就係因為佢講，故所就算冇嘅工當多，錢又少，老師傅李秀珍還係願意攞心百度嘅同佢聽做。我同小生講，我堅持哦，我講也看起來，去後生嘅就會記得，哦，我講我只要唔行做，我身體也靠得起，我就經常做門。其他送貨補貨，邵麗英就請求有幾多位2066年萬乃去擺攤咩，將佢嘅作品拿去試賣韓國展示。我拿賣咖啡用品幾10年的課來講，邵先生嘅產品好賣冇？賣得還不錯，因為第一就是說，我們台灣自己就是自製的濾杯，因為大家都一直追着日本跑，台灣必須還是要做一些自己有個性的東西出來。而不是全部都是仰賴他這次靠着日本那邊的東西，他們一出來，他們就是東西，我們不是東西嗎？我們的東西也做得也不錯。作品受到歡迎，對秋季13年一心想要做產業的邵麗英係親他嘅支持。你在做一個別人，你沒有一個範例可以參考的那個對象的時候，你很多事情每做出一步的事情，你都不是會那麼有自信。那可是當你跨出了那一步，然後有回饋的時候，你的自信心就是這條路就會越踏越扎實。透過咖啡裏邊，邵麗英一方面結合了兩個咖啡師，同時又將陶瓷產業對創意開幕的都做出來，打破咬壓起來。佢講陶瓷文化就係要打幫將產業這個發展起來，所以怎麼有人傳有人接，路怎麼引行引空中。